字被写成关键字，情绪变成流量。一句话还没说尽，就被全世界收藏。他站在光影中间，没有退路可选，每一步都被放大，却没人看见起点。如果不够简单，就不适合被转传。世界只想要立刻消化的答案。我不只是你说的那个谁，不只是一行字在标签贴上之前，我也曾努力活得真实。如果真相需要时间，为什么不能等？把人还给人，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仁慈？角色被快速分配，好人或坏人，中间的灰色地带被直接忽略不问。他想说自己是谁，却被打断，因为故事太完整，不适合被观看。你我也可能有天站在同样的位置，被一句话定义，诊断人生轨迹。如果那天来得太快，来不及解释，希望世界还记得怎么迟疑。我不只是你说的那个谁，不只是某个名字在所有判决之前，我也值得被听一次。如果真相真的重要，请你等等，把标签撕下来，再看一眼这个人。